關心新來的寄居者。香港係一個充滿活力嘅國際都市，匯聚咗嚟自五湖四海嘅人。近年嚟，越嚟越多嘅內地同胞透過各種人才輸入計劃嚟到香港工作、學習同生活。根據政府公布嘅數字，淨係喺2024年已經有超過15萬人才及其受養人移居香港，成為新香港人。呢啲新香港人同透過單程證嚟港同親人團聚嘅人唔同，佢哋並冇有親人喺香港給予支援，對香港嘅社會運作模式、教育制度、福利制度等等，亦都係知之甚少。所以當佢哋帶住夢想同期待嚟到香港居住生活嘅時候，卻要面臨住語言、文化同生活習慣嘅差異所帶嚟嘅挑戰。對於呢啲新來港嘅寄居者，我哋應該用心接待佢哋。神喺利未記19章33至34節中提醒佢嘅子民：若有外人寄居在你們的地上和你同住，不可欺負他。寄居在你們那裏的外人，你們要看他如本地人，並要愛他如己。作為接待者，我哋應該理解呢啲新香港人所面對嘅挑戰，並提供支持同幫助，讓佢哋感受到基督嘅愛同溫暖。正如加拉太書6章2節所講：你們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，這樣就會成全基督的律法。對於講普通話嘅人士嚟講，語言係佢哋移居香港其中一個重大嘅障礙，使佢哋喺日常生活中面對好多嘅困難。一方面，我哋可以學習使用普通話同佢哋交流，減低我哋彼此之間嘅隔膜。另一方面，我哋都可以透過教佢哋講粵語，幫助佢哋更好嘅融入香港社會，同時亦都喺透過學習嘅過程中同佢哋建立友誼。孤獨感同疏離感係剛剛移居香港人士所面對嘅另一個挑戰。我哋可以邀請佢哋參加教會活動同家庭聚會，讓佢哋感受到家嘅溫暖同歸屬感。我哋仲可以透過實際嘅幫助，讓新來港嘅普通話人士更好嘅適應香港嘅生活，例如幫助佢哋了解香港嘅社會運作模式、公共交通系統、醫療服務同埋教育資源等等。當我哋提供呢啲資訊同幫助，就能夠讓佢哋更快嘅融入香港社會，亦都能夠拉近我哋之間嘅距離。而最重要嘅係，我哋要通過關心新來港嘅普通話人士，將基督嘅愛帶到佢哋面前，讓佢哋認識我哋慈愛嘅主。諗翻起好早期嘅北宣、滕近輝牧師、胡欽牧師，佢哋用普通話牧養咗廣東話嘅信徒。如今我哋能夠以所領受嘅恩典，幫助普通話人士領受主嘅愛，何嘗唔係神大能嘅彰顯？